这个永年的妈祖生，各宫庙拢会办桌甲妈祖做生日。高雄在地有一个真出名的总铺师，每一年的妈祖生拢会接到真侪订单，但是今年办桌拢取消了，所以这个总铺师就甲庙司借场地煮手路菜，互民众来注文，生意真好哦。一天卖1000多份，讲为半暝3点半就开始串料开始煮，一直无闲到下晡的2、3点，才有时间食中昼。小烫烫油鼎内面规支猪脚煎甲香香，师傅手拢无停过，惊人客注文的招牌猪脚会做袂出来。3点钟就熟啊！哦，开始熟哦。另外一鼎落干的油金香香的腿裤，嘛是人客订。这是高雄在地真有名的总铺师颜金稳的团队，永年妈祖生日的时，拢会接到真侪订单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办桌拢取消，决定甲庙司借场地，互民众会当预订手路菜，像这红肉、八宝丸、米糕、甲鱼翅鸡等等。都办桌前都取消了，所以才会想说这个年菜给那个乡亲做那个回家拜拜这样。也有人专程对台南赶来，等几点钟嘛甘愿。种的红马啦，存家2地年啦，就第一天就要登记了，很抢手。透早3点外就开始准备，看师傅规身躯汗像咧作战呢，袂用到下晡2、3点才有闲食到。加起来超过1000份哦。一天卖出上1000份的，虽然是真忝，不过看到民众大包细包换总铺师手路菜，这师傅感觉辛苦，嘛有价值。